商場如戰場，喺呢個商業社會裏頭咧，其實競爭咧真係非常之激烈嘅，每一日咧都喺度汰弱留強嘅。如果你諗住用20年前嘅經營模式去經營今日嘅生意嘅話咧，我都幾肯定話俾你知咧，你盤生意咧遲早俾人淘汰㗎。我有個朋友，佢係賣手錶嘅，佢嘅錶鋪咧同10幾20年前都係差唔多，佢經營手法咧都係完全一模一樣嘅。所以近年嚟咧，佢嘅生意咧真係一落千丈嘅。直至咧佢喺網上平台落咗功夫，建立個人嘅品牌，佢嘅生意突然間好起嚟，真係起死回生嘅。以我自己做例子啊，我睇年幾2年前咧都冇諗過喺網上拍片去建立自己個人品牌嘅，直至第一套片到而家啦，我嘅影片嘅瀏覽量咧都超過1萬次。雖然唔係好多，但係對我嘅生意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你嘅生意係咪而家都去到一個樽頸位置，有好大嘅挑戰，好大嘅困難呢？你亦都知道咧，其實做網上嘅宣傳，網上嘅個人品牌係對你嘅生意有幫助咧，但係你又唔知點樣做喎。其實咧，你唔使擔心嘅，我有信心啦，可以幫到你，令到你嘅生意咧向上突破。不妨留言俾我啊！我有信心令到你嘅生意可以起死回生，讓我哋一齊努力，一齊進步，一齊成功，讓我哋都夢想成真。